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这是一份上最新的民调。两方若是起相战，民众愿意出来战无？讲有40.3%的民众愿意互家己，或者是家属来上战场，也毋过嘛有超过半数无愿意。这个美国会出兵到台湾做伙来战无？敢若一成的民众认为讲美国会出兵来。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讲，伊对这个民调无评论。另外，美国的彭博新闻社是认为讲，明年阿强的军机扰乱台湾的次数，会比今年的950架次也搁较多。邱国正是回讲，这国军的整备是无分时间，而且国军嘛有能力来面对。中国军机入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，今年大约950台，比去年380台加1倍以上。美国彭博新闻认为，明年强机扰台可能更加摆，嘛增加区域的冲突。我们责无旁贷啊！国军现在唯一能做的，而且应该要做的，就是一个准备。而准备不分时间的，料敌从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量级要从严，我们在严格考验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去面对。但目前为止，可以的。民调显示，若两方发生战争，有40.3%民众愿意互家己或者是厝内人上战场，不过有超过51%无愿意。对美国会安怎帮助台湾，33.7%认为会卖武器予台湾，要2成认为会派军舰来巡航，认为会伫台湾共同作战的敢若1成。民调你有个什么样的它的理论基础，我不太了解，我不会做评论。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，强化台湾的战略。国会嘛，佫一摆建议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。任何一个团队或者一个国家对我们有所正面帮助的话，我们都乐见，量力而为，而且讲说我们能做到的，既然乐见，那当然就要乐于配合。但配合的话，不是完全照单全收，这我们会做一个评估。法案嘛要求美国国民兵和台湾合作，国防部嘛真低调表示无方便说明细节，不过已经列入去交流的范围。